台东美丽湾度假村的 BOT 建案，即马是由县府以6亿外买回来，为着要活化这个空间，县府是鼓励民间做伙来投资，以文化教育来做目的。也毋过，这当中有含大麻的项目，所以互环保团体来质疑讲，这个停事敢是有问题。台东县政府甲美丽湾度假村买倒来2年，政府甲改名号做3元湾。环团伫最高行政法院判美丽湾违反环评了后，一直呼吁要甲海沙堡这栋违法的建筑甲拆掉。不过，县府已经合法建造甲使用执照，依法是合法的建物。这个月7，国公告3元湾建物增改修建营运移转投资案，鼓励民众投资，征求投资人以文化教育目的营运。不过，其中包括大俗的项目，规范会当伫总楼地板面积的40%，加做大俗使用。县府强调讲，会要求投资人符合计划目的。我们县府这边会有一个甄审小组，也会针对他的计划去做审核，是否有符合我们这个文教设施的公共建设目的。我们是按总楼地板面积的40%，那这个就是最高的限制，不能再多。环团表示，美丽湾度假村环评违法在先，即马搁以文化教育要加做营运的扛棒，而且搁会当大俗，等于是互美丽湾度假村换一个方式继续运作。县府可能搁一届违法。违反环评，那如果你今天又允许这个别的业者来这个地方可以经营这个原来的项目旅宿业那我觉得这个是已经违反那个环境正义的。环团强调讲，美丽湾建物有5000多平，40%加做大俗，都有2000多平会当运用，等于是伫海线第100旅馆。文教使用可能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个借口。不过，县府强调讲，投资人经营的项目，县府拢会保留最后审查权，而且会严格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